屬馬嘅朋友仔呢，你就要扶穩坐好啦，因為呢2026年呢係你哋嘅本命年喎。正所謂太歲當頭坐，無災就必有禍嘅。咁除咗喺本命年之外啦，今年呢其實呢亦都係有一個叫做55自刑嘅，咁即係呢自己同自己打交啦。成個運勢呢就好似喺中環度塞車，一時呢可以衝到去尖沙咀，一時呢又可以塞到返上環，係一個比較兩極分化嘅一個情況嘅。咁想知道你係衝上去嗰個啊，定係話塞死喺度嗰個呢？咁視頻嘅最後呢，我亦都會教大家一個自測嘅方法嘅，一定呢又要睇到最尾啦。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楊雅士福生無量天尊，今日呢開始會同大家分享12生肖喺2026年嘅運勢嘅。咁屬馬嘅朋友呢都唔使話咁驚嘅，因為呢其實今年啊係有兩位隱形嘅大佬，佢喺度幫緊你嘅，一個呢就係歲駕星啦，一個呢就係將星啦。咁佢哋呢唔會話直接派錢去俾你嘅，但係呢會幫你啦去刷爆你喺職場嘅一個存在感。咁尤其呢係一啲做紀律部隊啊、項目管理啊，或者呢係老師嘅一啲屬馬嘅朋友仔啦。咁今年呢好容易呢就會被委以重任嘅，上位嘅機會呢都係好多嘅。咁好啦，講完好嘅呢，都要去提醒返屬馬嘅朋友仔啦。喺你發光發亮嘅時候啦，好似今年啦有伏屍啦，亦都有太歲呢兩粒凶星呢，就會化身成你身邊嘅一啲豬隊友啊，或者係講是非嘅人啊。咁你嘅完美嘅計劃呢，其實好容易咧，因為同事嘅一個突然嘅甩底啦，或者係客戶啦臨時反口啦，令到呢件事呢無疾而終噶喎。嚟啦，大家估下咧，其實2026年呢，其實邊個月份係最容易被同事督背脊呢？咁係有3個選擇嘅，有 A 啦，農曆嘅4月啦， B 啦，農曆嘅7月啦，定係話 C 係農曆11月呢？嗱，咁俾啲時間大家去估下。我喺視頻嘅結尾咧都會開估。咁講到錢方面啦，2026年嘅財運嘅話咧，有4個字嘅，其實可以形容為咧係易入，但係咧就難守嘅。2026年咧有個劍鋒星，佢就好似一把鉸剪咁嘅，佢會咧專門去剪你嘅一個錢袋啊。特別係啦1966年啦同埋1990年出世嘅一個屬馬嘅朋友仔啦，今年對住一啲股票啊或者係加密貨幣呢一類嘅投資，真係就要忍住手啦。點解呢？因為呢今年呢係有55自刑啦，佢會令到你判斷力失準啦。平時呢好似好精明咁，但係今年呢就會變到好衝動啦，亦都會變到猶豫不決。咁教你一招啦，如果想買任何，如果唔係必要嘅嘢之前呢，強制自己可以等24個鐘嘅。咁第二日如果仲係想買嘅話呢，先至好去買。咁呢一招呢，幫我個客呢，其實至少呢都慳咗5位數嘅。好啦，到咗感情方面啦，好多朋友呢，其實都好想知。咁啦，單身屬馬嘅呢，喺2026年呢，係會有桃花嘅機遇嘅，可以多啲去參與一啲親友嘅聚會啦、社交活動啦，會更加容易邂逅到心儀嘅對象噶喎。但係呢，遇到啱嘅時候呢，要記得主動去爭取，去把握呢啲機會啦。咁結咗婚嘅屬馬嘅朋友仔呢，可以抽多啲時間去陪下你嘅另外一半啦。因為呢，今年呢亦都係好多桃花，注重呢情感嘅溝通啦，因為好猛嘅。咁樣呢，你哋感情嘅基礎呢，先至會平穩同埋呢可以和睦嘅。但係咧，因為55自刑啦呢一個影響，會令到屬馬嘅人咧喺情緒敏感度咧係會上升㗎，會因為生活一啲好細微嘅嘢啦，好容易就會同另外一半發生一啲爭執啦，而且咧矛盾咧亦都容易升級㗎喎，咁對感情會造成一個好大嘅傷害。建議咧喺相處之中咧，亦都要多啲包容，少啲計較。遇到分歧嘅時候咧，要優先去冷靜咁
樣去溝通啦，避免情緒化嘅對抗嘅。無論係單身定係已婚，記住一句口訣就係咧，要少啲計較，然之後咧要冷靜溝通。至於健康方面咧，就更加要小心啦，因為2026年咧屬馬嘅健康運勢咧會受4粒一個凶星嘅影響嘅，有太歲啦，有劍鋒啦，有伏屍啦，同埋三刑嘅。咁起伏波動咧係會好大嘅，意外受傷啦或者輕微嘅血光之災嘅概率咧亦都會上升，所以咧需要時刻咁樣注意自身嘅安全㗎。同時咧都需要加強翻對屋企長輩嘅一個身體健康啦，定期咧去陪佢哋去做一啲體檢嘅。個人生活之中咧，亦都要避免過度嘅勞碌啦，合理安排翻自己嘅作息啦，同埋自己嘅工作節奏好緊要㗎。減少熬夜，避免過度透支身體啦。可以啦，喺農曆嘅5月同埋11月咧，去主動啦，去洗下牙啊，或者做下針灸啊，或者咧，如果係女性朋友咧，可以去打下水光針嘅。咁嗱，有冇人知道點解化解血光啦係會同針灸啊或者係打水光針有關呢？如果想知道背後嘅一個玄學嘅原理咧，就記得 follow 我嘅 page 啦。下次咧我會出 post 咧詳細咁樣同大家講下嘅。好啦，乾貨就講到呢度啦。咁幫屬馬嘅朋友仔咧總結一下3個可以即刻用嘅一個核心嘅心法嘅。咁第一個咧一定要心態係穩嘅，避免翻一啲內耗啦，保持平和嘅心態啦，唔好同自己過度較勁啦。咁好似當情緒好低落啦，或者陷入一啲好糾結嘅時候咧，可以主動啦向朋友傾訴啦，釋放心理嘅壓力啦，唔好自己轉牛角尖喎，以積極嘅心態咧去應對翻各種嘅問題嘅。咁第二個嘅話咧，行動咧就要慢啲，係啦，謹慎嘅決策咧，面對換工作啊，或者係結婚啊、投資啦呢啲咁重大嘅決策嘅時候咧，因為本命年啦，就需要多啲去聽下長輩啊，或者係親朋戚友嘅意見啦，充分權衡利弊之後咧，再去行動嘅，杜絕衝動行事啦。重大決定咧就盡量唔好做，尤其咧喺上半年降低翻呢個決策嘅風險嘅。咁第3啦，一定咧就係要防下細節啦，規避一下隱患啦。日常生活之中咧，注重翻細節嘅防範啦。出門之前查下路況，嚟避免一下一啲交通嘅意外啊。譬如簽署文件啊、合同之後咧，亦都可以留翻啲憑證啦，以備不時之需嘅。因為咧身體咧出現不適嘅症狀咧，亦都要咧盡早去就診啦，切勿咧因為一啲小事啦、疏忽啦而釀成一個大嘅麻煩嘅。咁大家咧仲記唔記得我啱啱開頭講過咧？最後會教大家一個自測嘅方法，睇下你係衝上去啊，定係話失死喺度咧？咁其實方法嚟啦，請你諗下過去1個月咧，以下邊種情況你經常發生嘅？嗱，俾3個選擇大家。A 咧就係成日都覺得時間係唔夠用嘅，好多計劃都想實行。B 嘅話咧就係對好多嘢都提唔起勁，覺得好似有好多阻滯。C 咧就係以上2種情況咧都有時不時出現啦，一時咧就好興奮，一時咧又好頹廢。嗱，如果咧你主要係 A 嘅話咧，就恭喜你啦，因為咧你已經受到咧呢個歲駕吉星嘅能量影響啦。2026年咧你好大機會係可以衝上去嘅嗰位嚟嘅，關鍵咧係要把握好方向，就唔好衝過頭啦。咁如果咧你係 B 嘅話咧，就要警惕一下啦。你可能咧更加容易會受到啦明年一個伏屍星嘅影響啦，提醒你要打起精神，主動去破局啦。如果你係 C 嘅話咧，就印證咗明年咧好容易就會受呢個55字形嘅影響啦，會兩極分化嘅。對你嚟講嘅話咧，頭先講嘅3大心法咧就更加重要啦。穩字當頭就能夠咧將我哋嘅能量轉為好運噶啦。咁呢個自測咧係幫你感知到自身嘅能量嘅狀態啦。咁無論結果係點嘅話咧，都有應對嘅方法嘅。最後啦，
啦，送大家一個關鍵化解嘅建議，咁大家咧就記得 mark 低佢啦。第一個咧就係拜太歲啦。咁2026年嘅太歲咧就係文節大將軍啦，最好咧喺年初嘅時候咧就要去到廟宇啦，揾高公道長啦去進行拜太歲嘅儀式嘅，亦都要佩戴翻同個人嘅八字相合嘅太歲符去化解呢個太歲嘅。咁第二嘅話咧係最重要啦，一定要係行善積德嘅，多做好事積累福報，可以有效咁樣咧減輕凶星嘅影響嘅。咁想更精準咁知道自己咧2026年要注意啲乜嘢，我咧為各位屬馬嘅朋友仔咧準備咗一份屬馬人2026刑太歲嘅秘笈電子版，裏邊咧有包括幾樣嘢嘅。第一樣嘅話咧就係根據你出生嘅月份啦，一個個性化嘅建議俾到你嘅，咁呢個咧係比生肖就更加精準。第二嘅話咧，獨家化太歲口訣同埋方法，咁其實咧去揾高公道長化解太歲咧，先至係最有效嘅。如果真係冇辦法嘅話咧，先可以自己咁樣做嘅。第三嘅話咧，每月咧重點去注意翻一啲事項啦，標記晒邊個日子咧你要特別小心嘅。咁獲取嘅方式咧就係 like 並且收藏呢一條視頻啦，喺評論區留言馬到功成，然之後加你嘅一個出生嘅年份啦，譬如你係1990年咧，就係馬到功成加1990咁樣。咁關注本頻道咧，完成3步驟之後咧，截圖私信到我哋呢個賬號，助理咧亦都會咧將刑太歲嘅秘笈啦電子版發送俾你嘅。好啦，係時候開估頭先嗰條問題啦。2026年最易被同事督背脊嘅月份就係 C 啦，係農曆嘅11月啦。點解咧？因為農曆嘅11月咧係子月啦，咁同你嘅屬馬嘅一個情況咧係形成咗相沖嘅。咁人際關係咧係一個最動盪嘅時刻嚟嘅，小人咧亦都最容易喺呢個時候出手。所以咧送俾大家一句專屬嘅防小人嘅口訣，就係喺11月少講話，多做事，文件來往咧都要留翻啲證據，大家記住啦。其實無論啦自測結果係點啦，風水命理嘅核心都係一句話，就係知命，係為咗更好咁樣去做運。頭先啦所講嘅一切咧，就係為咗幫你知命，而之後點樣行，關鍵咧仲係喺你自己手上嘅。下一期咧，你想我深入講邊一個生肖咧係沖太歲嘅屬鼠嘅朋友仔啊，定係話合太歲嘅屬虎嘅朋友咧？留言話俾我知，咁我哋咧下期再見，福生無量天尊。